呢個係5分鐘靜觀呼吸練習。而家請你坐喺張梳化度，又或者可以瞓喺張床度，讓你嘅膊頭鬆開，感受一下你成個身體係畀你嘅梳化或者你張床係好莊嚴咁樣支撐住㗎。呢一種係一種好安全、好實在嘅感覺。如果可以嘅話，你可以慢慢嘅合埋對眼，然後留心聽住鐘聲，直到佢完全消失。而家將你嘅注意力帶到身體同埋你坐緊嗰個梳化或者瞓喺度嗰張床接觸嘅感覺，感受一下呢一種嘅感覺係點嘅呢？試下感受下佢。然後我哋可以將注意力輕輕嘅帶到去呼吸嗰度，唔需要刻意嘅改變呼吸㗎，只需要由得佢好自然咁吸氣、呼氣，咁就可以㗎喇。一吸一呼。試下留心呼吸嗰陣，你嘅肚嘅感覺。吸氣嘅時候，個肚會好自然咁樣脹起；呼氣嘅時候，個肚會好自然咁樣縮起嚟。試下觀察一下，你嘅肚係點樣嘅變化呢？如果你鍾意嘅話，你可以將對手放喺個肚度，可能會容易啲感受到肚嘅變化。而家你可以留心一下呼吸嘅時候，心口嘅嗰種感覺。吸氣嘅時候，心口會好自然咁樣脹起；呼氣嘅時候，心口會好自然咁樣縮返起嚟。試下觀察一下，心口係點樣變化嘅呢？有需要嘅話，你可以將對手放喺心口嗰度。咁樣可能會容易啲感受到心口嘅變化。而家我哋開始要試下留意呼吸嘅時候，鼻哥窿嘅感覺。吸氣嘅時候，空氣穿過我哋嘅鼻哥，進入我哋嘅身體。呼氣嘅時候，空氣經過我哋嘅鼻哥，呼返出去。呢一種嘅感覺係點嘅呢？
而家你可以喺肚、心口、鼻哥呢3個位置入面揀一個位置，繼續帶住你嘅好奇心觀察每一次嘅呼吸，一吸一呼，每次就好似第一次感覺到呼吸咁樣。好快就完成咗今日嘅練習啦！我哋可以恭喜一下自己。等陣鐘聲又會響起，到鐘聲完全消失之後，就可以打翻開雙眼啦。